感谢天，感谢地，秋戏的表演，互场面非常的温馨，也毋过精彩，还搁伫后壁。好了，一班，祝贺一班，谢谢。2万哦，回购谢谢2万吼啊，不要紧哦，来2万加一个嘿，来1万开始2万吼，还有没有？来加一下吼。这是远东科技大厦伫学校内面所举办的爱心竞拍活动，所卖的产品是由学生所种的柑仔蜜，还佫有酸花蜜、阿里山苦地油、花莲果等等。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的付出，特别是爸爸妈妈。特别是爸爸妈妈，特别是老师，特别是在他们所接触每个人都对他们有所付出。那期待我们透过这个活动，不只让我们的小朋友学会感谢，也让我们学会付出。远东的柑仔蜜是当初为了减轻弱势学生的学费负担，开一块农场，予大一新生来种柑仔蜜，卖的钱提供弱势学生来做奖学金。到后壁，予大家用竞拍的方式来捐助善款，并且捐赠予弱势团体。这摆总金额高达32万元。远东科技大学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服务的老师都是有爱心我们这里受服务的学生也是充满爱心和幸福，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代表梅山社会福利基金会说谢谢。创世基金会在此感谢远东科技大学举办的爱幸福番茄活动，种下一颗爱的种子，将开花结果，来帮助创世基金会的清寒植物人。谢谢大家，谢谢。我想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在这边代表家谱所有的孩子们，跟远东科技大学以及现场的所有的伙伴们说声谢谢感恩。这个活动已经持续13天，远东科技大学希望将爱心予更加侪需要关怀的人，也欢迎大家会当用行动支持远东的幸福柑仔蜜，帮助社会更加侪弱势族群。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32万。